台语一连长，愈讲愈连长。大家好，我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杰。人咧讲吼，做人爱拖，是做牛爱拖，做人就爱磨啊。你来看吼，牛这个动物，以前人农业社会内底，人的心目中偌重要。最重要的是，咱若常常就要讲一个人吼，本性难移，咱就会讲这个人吼是牛，看到北京也是牛啦。若是要讲这个人足笑谈的，我就会讲这个人是人心肝牛巴肚。哎呀，你讲起来，咱拢遮负面呐，你袂讲一款较正面的哦。其实吼，咱以早咱人咧做田的时阵有无？咱一定拢爱透过牛来犁田啊，会当甲迄田吼用甲足好势。所以吼，迄个时阵，伫以早农业社会的时阵吼，牛真正对台湾人足重要。迄个时阵吼，重要甲一个程度，像阮阿公，伊拢会讲吼，你毋通食牛肉。所以我到高中进前，我完全毋免食过牛肉，因为阮阿公毋食牛肉。为虾米？因为阮阿公吼，伫阮细汉的时候，伊佫会种田。迄个时阵吼，阮兜佫有牛条啊，我佫看阮阿公吼做伙吼，坐迄牛车吼，慢慢去甲田遐，来吼，伊就开始牵迄牛，开始做田。犁了吼，咧收成的时阵，有当时因为阮兜是种迄麦垄，迄麦垄吼，有当时迄足重的，骨力粒啊，骨力粒你得一定要用牛来拖。所以吼，我细汉的时阵到今嘛吼，对迄牛的印象嘛是足深刻的。对啊，我拢无拄过呢。你无拄过，当然啊，你即马少年囡仔20通岁。毋过你敢佫有听过一句话，叫做无牛使马，是因为较早的时阵啊，大家其实拢是用牛来拖来诱，真正要骑马走千里的，就罕咧看的。所以迄个时阵啊，牛对咱人来讲吼，才是最重要的动物看啦。所以讲到牛车，最近吼就有一个大概有一淡薄仔讨论度足悬的一部戏吼，叫做《牛车来去》，伊伫咧公司报，而且我咧讲最重要的3月中吼，嘛要开始伫花市报。你若错过的人吼，你真正吼，这道一定爱看花市。对，有对呢。嘿啦，这牛车来去吼，跟这牛车敢有啥物牵连？因为伊的故事迄个背景吼，就是讲伫1943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台湾人阁是互日本人伫管，所以迄个时阵台湾人啊，拢爱替日本人去甲人烧战啊，嘛搁爱烦恼美国有时阵会派迄种战机来甲咱轰炸，所以迄个时阵你就会看到伫咧咱剧内一寡主角有无，伊就常常为着食的啊，啥物猪肉啦、水鸡食的，四界伫走总。你若是无先战落好，你去乌市是买无的。买猪肉甲去乌市哦，你看迄个时阵吼，日本统治迄个时代吼，其实伊剧情内底有写着一件代志，就是讲吼，迄个时阵吼，猪肉有管制哦，大人吼有当时经过领导，伊就去甲你检查讲吼，领导毋是饲4只猪，那剩3只，所以迄个时阵吼，因就为着要，因为迄个时阵过年，大家买袂着猪肉，因迄田头家烦恼讲吼，今年无猪肉，你敢会当帮我想一个办法？伊就主角因迄家伙啊吼，因就答应啊，伊就想讲吼先杀咱兜的猪啊，以后较想办法。伊过程哦，伊咧送迄肉的时阵吼，过程哦，就是做危险的，有当时吼警察经过，伊就随着要甲你敲讲吼，你载这车是啥？有敲着猪肉哦，伊就知死啊！你敢知影为虾米这出戏叫做《牛车来去》？为虾米？因为啊，就是迄个时阵啊，咱的女主角有无？伊原底啊，因大家官，就逐工拢在烦恼讲因兜欠一只牛车，逐工若是要做田吼，就是爱甲人借，借无就农损，所以迄个时阵因兜就是有这个问题安尼。拄好，伊个女主角因翁过身了后，因的田头家就找来因兜，然后甲伊讲，敢会使借这个女主角的巴肚吼，来替因兜的囡仔传宗接代啦。啥物？借白生囝，这个观念伫迄个时阵，敢会当接受？即马嘛是无啥人会当接受。是啊，因为借白生囝这项物件吼，就是讲吼，迄个大家官嘿，伊就爱先甲因新妇吼，先甲借互因迄个田头家的囝，因两个吼伫下暗的时候，就安尼用来用去了吼，伊迄精子吼，就先走去迄个卵子结合，结合了吼，伊会点伊巴肚，所以吼，这较叫做借白生囝。警察大人，这位。你敢你看卖咱女主角敢有答应？一般人袂答应对无？毋过伊确实是答应。为虾米答应？因为伊是女主角。是安尼啊？无戏要安那演对无？好啦，伊当然是答应啊啦。毋过伊一开始嘛是足丢毒啊，尤其是迄个时阵，因翁才拄过身，因囝嘛才拄出生嘞。为虾米伊会答应咧？是因为迄个时阵啊，除了迄田头家吼，伊讲。伊无爱烧因兜6栋的田租以外，迄个女主角佫有要求一件代志，就是讲吼，爱买一只牛来送去因兜，一只会拖会犁田的牛。有家己一只牛，因得安心嘛，安心呀。不是啊。就好笑诶，因得安心妈妈，因得安心。
Later，其实吼，对女主角吼，伊牺牲是都足大的。要毋过吼，伊伫康明少爷接白生囝过程当中，因发展出一个感情线呢。哦。嘿，而且吼，最重要就是吼，因两家伙仔因为即件代志吼，感情愈来愈好。啊，像迄田头家，伊足照顾因的，因即家伙仔嘛。啊，有一道拄着因迄个女主角的大家官，身体无爽快的时阵吼，伊就讲吼，行做伙来浸烧水啦，爱两个做伙去浸烧水。啊，看即部的网友吼，我真正要警告恁一件代志。啊，你家伊杀做对吼，算一个毕业咯一对吼，我无法度接受啦。啊，我伫网络看着即个留话的时阵，我真正是无法度接受即件代志。是看你播的了，我无年龄歧视哦。要毋过我真正播的落去，歹势恁家己播，哈。好啦好，我报的了，我报。你播的了，哎。我细汉的嘛会使，啊老的嘛会使。你播，好啦，啦，讲倒转来，讲到牛，讲到种田，其实佫有足侪故事，甲足侪俗语通我讲的。所以咱也嘛是迄问看咱迄落厝内时代，看因兜是毋是较早嘛是种田的，啊是是嘛有一寡较难忘的经验，啊欢迎大家伫咧下面甲咱老话啊甲咱分享安尼。啊，你也真正像咱头前讲的，你若当做老狗去，公司也无看到，我紧3月中开始哦，花市要开始报啊！期待。是哦，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《大一今年灯》哦，拜拜。